白酒奶油鸭蛋。另外这一道这个鸭蛋料理呢，其实比较少在外面吃到。对，这个其实它在制作很简单，但是一般在外面的话比较少做这样的料理。对，因为它是属于说比较法式的。对，而且就这鸭蛋好像也不容易买得到。像我们在台湾的话，你很容易买到所谓的咸鸭蛋，就是已经熟的嘛。对，那我们今天是用那个生的。对，我们今天这个鸭蛋呢，是有声音的哦。大家观众看一下。对，然后比呢鸡蛋要大颗一些。对，它会比鸡蛋大颗，然后它的一个蛋白来讲的话，会比鸡蛋它的一个量，它比较没有那么透，它会带有一点点这样子白白的浑浊的感觉。那我们这个鸭蛋的部分呢，我们就是用奶油来制作。对，老师，请问一下像你选择用鸭蛋嘛？那像国外很多的观众可能不见得也可以买到鸭蛋。那我用鸡蛋来做的话，风味上肯定是会有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对，其实会有差的，就是说鸭蛋它本身的质地比较起来，它会比较硬，会比较结实的感觉。我们应该说它比较结实。那如果说真的今天鸭蛋买不到，其实用鸡蛋来做，它本身也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把这个洋葱把它加进来哈 ，OK。好，我们做一个炒香的部分。其实观众朋友应该有注意到黄老师在做这个就是说放洋葱之后啊，他会偶尔呢把这个锅子拿起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奶油的话呢，它很快啊，对，就会过热了，很容易就是说。它的一个熔点比较低啦，对。那如果说我们今天呢没有把这个温度控制好的话，很快就是奶油它那个焦味会整个出来，甚至很快就会黑掉。好，那这个制作其实很简单，奶油加热，那我们再来把这个洋葱把它炒香之后，再来一样，我们下一些白酒去把它的这个酒精的味道稍微煮出来，留下酒的香气就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可以加一些高汤下来，让它缩煮。好，那我们大概这一个高汤还有酒的部分，整个味道稍微煮出来之后，那我们开始呢可以把这一个鲜奶油加进来。那这个鲜奶油，我们电视机前面的朋友要注意到鲜奶油它有一个缺点，就是说它不太适合高温去烹调。对，所以我们在煮的时候温度稍微把它降下来。对，不要一直开大火。好，那我们整个把它拌一下。其实看到这个鲜奶油，看到白酒，看到奶油，你就会感觉真的非常的法式了。对。好，再来，我们可以开始呢，来把味道调出来。这一道比较特别，就是说我们先把酱汁做出来。就是这个白酒奶油酱，那做出来之后呢，我们再把鸭蛋放进来。好，这个调味很简单我们只需要加这个盐跟胡椒粉就可以了。因为它本身我们前面在一个烹调当中已经有洋葱，还有这个白酒的香气已经在里面，它其实味道已经是很丰富了。好，胡椒粉也少许就好了让它整个带出一点香味，这样出来，把它拌匀，然后再来我们直接把鸭蛋放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这一道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说，我们前面在煮呢，你会感觉说，这个鲜奶油因为有加了高汤跟白酒，所以它并没有很浓稠，但是因为在鸭蛋烹调过程当中，它这个鲜奶油会持续呢，还是越来越浓稠所以不要一开始就是说到太浓稠。那万一太浓稠怎么办呢？我们可以就是过程当中再加一些高汤，对，适量的加一些高汤，或者是这个鲜奶油之类的很特殊的这个料理蛋的方式对，这个它其实在制作没有很难，对，那吃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说，哇，这吃起来其实味道非常的浓郁，对，尤其当早餐来吃吃完之后你会觉得说啊，一天的一个活力都来了，对。好，那我们会开始发现说，这奶油已经越来越浓稠了，然后蛋其实也差不多，已经快熟了是，对，哇，这个如果来沾面包，应该也很好吃了。是的，没错，因为我们早上一定会吃一些主食类的，是，对，搭一些面包，甚至说面条，其实都很棒，对。好，哇，真的很特别的做法。把它准备盛盘，盛起来。
我们让它做一点点简单的一个装饰上去，我们把它切细一点点，那自然把它这样撒上去之后，哇，那整个味道跟口感又提升了哈。是啊，是啊，这样本来5星级，现在变6星级。对，而且绝对是让大家吃的呢，叫好又叫座的。OK， OK， 好，这我们白酒奶油烩鸭蛋的部分。